河套咁樣，我哋點樣可以同佢哋一齊去合作嚟到香港做金融服務業融資，跟住咧就向世界出發，就係引進來走出去，就係香港嗰個獨特性嘅位置可以去做到。咁呢個機會係好大嘅。咁香港做一個中試中心，另外之後咧跟住就去內地咧就做一個大批量嘅生產。咁跟住嚟到翻香港咧就係融資，再走出去出邊。咁呢樣嘢咧，我覺得係話喺唔同嘅產業喺香港咧，亦都會受惠嘅。好啊，唔該晒兩位，我哋先傾到呢度。下星期開始，講好15-5特輯會介紹國家15-5規劃嘅重點方向，透視香港未來5年點樣對接國家發展，探討我哋嘅定位同優勢。下星期再見。我哋而家嚟到廣州呢度，呢間科技企業嘅願景就係讓人類好似雀仔一樣飛翔。嚟到雲南普洱，唔單止聞到茶香，仲有咖啡香。呢度咧係黃金鑄造嘅最後一步啊，會鑄造成呢啲1公斤嘅金條啦。集團近年發展不同影視製作科技，搭建香港第一個延展實景錄影廠。港大深圳醫院自啟用以嚟，一直擔當先行示範嘅角色。北部都會區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，發展創科係核心產業之一。有跨國企業同初創公司已經陸續進駐，佢哋立足北都，放眼亞洲。仲有官員分享宏圖大計。北都會係我哋未來香港5年規劃入邊嘅重中之重。講好15-5，下星期3晚上7點半，港台電視32。我係 ADCC Stephanie， 想同你跟進你早前報嘅一宗騙案。我先係 Stephanie。